螢火夜，大家開心齊慶生，小幼同心樂童軍，齊唱齊玩笑呵呵。好，嚟這邊1、2、3，這邊1、2、3。喂，開始啊！好，望大機先。這邊1、2、3。喂，我好記得㗎，係企喺門口咧，係着住個制服啦。3、2、1，OK。OK。OK。哦。無線電視喎。呢度有加入嘅。咁然後咧，阿于其遠咧就可以教先嚟。冇去啊！我都講做翻。好，準備1、2、3。港島第99旅60週年旅慶最後一個環節就係盆菜宴同埋螢火會啦，實在太多人參加啦，所以咧我哋係喺尋晚咧突然間決定開多2圍嘅，所以係有32圍嘅。喺呢一個60週年咁難得義順之年呢，我哋可以感恩大家聚首一堂。喺過去嗰60年，我哋經歷咗唔同嘅風風雨雨，有困難嘅，亦都有非常開心嘅日子。今晚我哋得一個目的咧，就係食得好，玩得開心。一群空群聚首一堂，感謝相傳，慈愛擁護，食飯。
阿 O 哈。